吼，倒一位是外国人上最上介捌的，啊，外国人讲伊遐是颠倒版的 China Town。我知这题，我知，因为我有看到。哦安尼哦，哦，多兰，你来知？多兰呐，我有看到迄个介绍 YouTube。哦。啊，这边的少年知影这个迄个 information 无？唔知所以这个老的说上尾记是对的。哇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对啦，老翁老讲我所也是原以知啊。你选的是 B，快点 B， 我的答案确定是 B。真正突然，当然的教字念多兰啦，但是我视频话可能唔是安尼发音啦。是教字念多兰对啦。突然，哦，迄个所在吼，外国人真济啦。对啊。因为感觉迄个所在风景真水吼，是人嘛真朴实啦吼，所以因足侪人搬伫遐，搬去住伫遐啦。所以因为集中的关系，就咱就讲，伫咧美国像讲 New York， 有足侪中国人伫遐吼，较早登山过去啦吼，所以因叫做 China Town。因讲这是倒变过，因为就是伫咱台湾这所在，但是外国人足侪。